好來繼續正段的消息，來看民眾黨的前發言人楊寶晶喺面冊宣布退黨，原因是不滿黨內霸凌的文化。伊講伊要用無黨籍來參選到台中市議員。伊講伊進前就表態要來參選，但是黨中央一直無甲提名。民眾黨的黨主席黃國昌講，提名有一定的定數，袂使講想要選，就要求黨中央愛提名。在面冊寫退黨聲明書，民眾黨前發言人楊寶晶寫無認同黨內霸凌文化路線已經無共啊，決定獨立參選。我覺得我最不能接受的是，主委叫我不用去到這個所謂的這個造勢現場哈，我也尊重了這個地方黨部的安排，然後最後卻是被台中市的其他參選來做一個這樣子的抨擊。楊寶晶講的是，這場5月16日，民眾黨在台中辦活動，引來民眾黨的議員江浩秋在面冊寫講，在這重要的時刻，想要參選東南區的楊寶晶無來，就算事後澄清，民眾黨台中黨部的主委陳清良有請楊寶晶今仔日先莫去，徛在個人立場，議員認為今仔日其實是一個真好的溝通機會，不滿過程中和黨內同志集體言語霸凌，是講上關鍵的是提名爭議。其實我本來已經要進到這個機制裡面去了。其實他們也很明確的跟我講，如果我真的想要接受黨這邊來提名的話，也必須要公開的去做一個說明，甚至是道歉。那其實我一直不知道到底要道歉的是什麼事情。我開嘲諷的方式來逼退人的話，會讓人覺得的確有點心灰意冷。我很少看到有人參選是用嘴巴在參選的，程序是什麼樣就按照什麼樣的程序，我也不會去接受說一開始在外面就放話。那如果這樣的手法可以得逞的話，那以後台灣民眾黨沒有規矩了。黃國昌強調講，黨內提名有一定定數，袂當因為講家己對外表態就要求黨中央愛接受。這個陳清良是回應講尊重並且是祝福。楊寶晶宣布，出來將以無黨籍參選台中市東南區民眾黨黨內風暴，牽動2026年底選情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